出咩係嘛？絕對唔忍係嘛？茶友絕對唔忍。好啦，去講下後生翻嚟之後繼續飲茶道啊！廣告時間打市民號搜索啊，李家可以揾到啊。季節變易感冒，快準備清開靈抗病毒，易感冒白雲山大品牌，請認準白雲山大明星清開靈口服液，仲有火粒裝啊！正點報時係由廣藥白雲山明星清開靈特約播出。北京時間9點，我係吳宇凡，到時廣東經濟珠江經濟台。心中有光，眼裏有光，現在你身邊的珠江，關注民生，聚焦經濟，融合灣區有擔當，一股見盡智慧廣播，在大氣之中透精彩，放眼世界，凝聚四海，經濟第一。珠江經濟台，珠江快遞。廣州地鐵12號線琴日面向媒體開放試乘，線路北起陳豐崗，南到大城南，一共設車站25座，全長大概37.6公里。其中東段二沙島到大城南，西段陳豐崗到廣州要館有望喺近期通車。廣東肇慶2025年中考未知，部分學校嘅招生簡章已經出現來源之風，按中考成績分段收費，個別學校設咗11檔嘅收費標準。肇慶市教育局對此回應，將會從即日開始清理違規問題。今日泡泡瑪特旗下完美 P 拿布布怪味便利店系列將會喺成都舉辦主題歡笑活動，因為人氣火爆，原價1分錢嘅預約票被秒空，黃牛經炒到500蚊一張，預約資格一票難求。6月12號，美國商務部宣布，自6月23號開始，對多種鋼製家用電器加徵關稅，包括洗碗機、洗衣機、冰箱等鋼鐵衍生產品。6月12號，印度警方稱墜機事故中有一名40歲嘅幸存者，佢當時手持11A 座位登機牌，喺印度探親之後準備返回英國，同坐另外一排嘅哥哥同行。目前呢個幸存者胸部、眼部、腳部受傷，正喺醫院接受治療。下一節新聞係朝早10點。孩子期望的家是什麼樣子？我們主辦一個特殊的畫展，童話裡的家，邀請孩子們作畫，蘑菇和兔子的獅子屋，獨角獸的紫色房間，一個個夢幻成